平安。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宣告：主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落台，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爱桥上的定河，彰显释迦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定河，彰显释迦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定河，彰显释迦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
是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圣名，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好欢呼，一起来好鼓掌。天上的神，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请坐。心意既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主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你的慈爱，唯有你的信实，唯有你的恩典永不改变。虽然疫情的蔓延，一切都在改变，但是你与我们的同在永不改变。你赐给我们有你的同在，带来我们对未来的盼望。谢谢主，也透过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特别在那些世上亲人的心里面，他们的哀伤，他们的愁苦，你都知道。你也借着我们彼此安慰，彼此疼惜，也让我们参与在他们的悲伤当中，看见神你的爱就彰显。谢谢主，也让我们借着分享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出的慈爱跟大能，我们要向世人来诉说你的同在，你的恩典够用。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透过在现场，也透过在线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愿你的宝座在这里，也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愿你的恩典也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降临在每一个呼求你的人的生命当中。谢谢主，求你应许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啊。最近我们在看路德记哦。那路德记其实是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如果没有这一段的拯救啊，后面的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安排哦，我们今天可能不在这里哦，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在这一周我们看了一段的经文哦，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读啊。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得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得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得仍与婆婆同住。感谢主，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哦。如果你在看一段的连续剧、连续剧，你会从那个悲情哦，那个悲转为盼望，转为喜乐。如果镜头回到这对婆媳哦，他们从摩押，从以色列人的眼光是被咒诅之地，因得登来哦，他们回到这个故乡。那些妇女看到拿俄米，第一句话说什么？这是拿俄米吗？什么意思？他原本不是笑着离开吗？如今历尽沧桑，对不？经历了千辛万苦。如果我们有在之前很注意听我们的迦南之声跟讲道，他们从摩押山地下来，要下到那个死海约旦河谷，然后再往山上，要上到伯利恒，所以那一段路程充满的艰辛危险。所以拿俄米本来是甜嘛，对不对？甜啊，
只有有能力，那时候有能力的时候才能够出去吧。但是我们看到他是苦着回来，所以你莫叫我啥？你莫叫我甜啦，我是苦袂了，你知道？我人生苦袂了。你正在碰到这些的悲情的时候，当别人啊，甲你安慰讲啊，你莫想遐济，你的心内讲啥？啊，你无拄着，你哪会知？啊，恁无拄着亲人的失丧，你哪会知？今天早晨我们有6位了哈，6位宋会长老夫妇、基会长老夫妇，还有我跟张玉主任我们就下到云林口湖，哇，那是不知道要哪去了所以导航也没有什么样的定位最后我们那个曾昌兄那骑着摩托车我们到那个61的快速道路然后交流道，他就在那边等我们然后带领我们最后参加他岳父的这个告别礼拜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你在经历这样的苦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所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一些妇女说：“哎呀，敢是哪有咪？”可能他们这些三姑六婆用一种方式上要叫因当时要出去，谁叫他们要出去？我们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可以从当时候的情况当中咱想讲，伊的苦境都在苦苦袂了佫听到遐哎呀，也不是哪有米吗？你可以想象说，语带那种可能背后的闲话，或者是那一种话语，让你很不舒服。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这段话其实很关键那透过这一段，他说上帝不断的恩待活人跟什么死人，他把他的生命当中的苦讲出来，但是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充满什么安慰本来是苦不了，底下讲上帝来恩待上帝来恩待我们，还有恩待死去的。所以从苦境的当中，本来不知道讲三顿伫倒位了3餐没有着落，未来不知道怎么办，失去经济的支柱，失去了他的依靠。但是如今我们看到，这一周黄牧师有提到是什么？至近的什么亲属？上瓦近的吗？不是呢，个另外一个最近的亲属，但是他不愿承担，他敢若想要买土地对吧？如果你有继续看下去，他敢若想要买土地，普阿叔后壁甲解决讲啥？你要人买土地佫爱带人的迄落，带人的新妇你买无？唔安尼我无爱买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后面如果我们继续看我们这个礼拜会讲到完结篇了那透过这样的整个过程当中，你知道那个施恩的管道，如今我们在尝主恩的滋味。如果没有这一段，就没有耶西，没有大卫，没有后面的耶稣。所以你从耶稣的家谱，你去看从4世纪没有王。任意而行，一直到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这样的过程，就代表说人没有神，没有方向，没有定见。但是当他们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使他们从悲苦的当中能够变成甜。您莫叫我拿尔米，您叫我马拉。但是如今呢，他说。上帝恩待活人跟死人，你会当在迄个苦境中间，搁一遍，哎呀，感谢上帝，伊互阮伫迄个苦境中间有看见迄个
我们从拿俄米的心，从拿俄米的经历，我们看见了什么？那种转变的时刻。我们也看见，当路德回来报告的时阵，然后竟然是他心里所想的波阿斯。好，所以透过这样，我们在讲道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时的律法，你就是留的田地四周，对吧？卖刮，然后呢，搭起的你卖个挖等于 Q。但是我们看见波阿斯做了什么？有没有做的更超过？有没有？愈超过，你知道吧？超过啥？超过稳定了。如果你继续看下去，来，你会通对我对我的工人，你会通到我的女工做位 Q。如果真正的是安怎，等女工 Q 了，恁也 Q。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透过波阿斯来彰显的，你会当伫遮对因过来咧，你会当啉我仆人抢的水。那是查某人抢水给查甫人啉的，但是竟然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可以因着这样的恩典，太超过了。这个爱是超过律法，超过一般。佫会通伫迄个困好的中间去抽予捡，伊唔知，可能伊去伫个人困好的要捡。波阿斯讲：莫甲赌，莫甲创敌。你看到那个超越的恩典吗？你看到那个很超过超过那个律法的本分。后面波阿斯讲：不要紧，你好忙用，咱唔忙用该的方法，咱照这个方法来。后面他去城里门口，透过长老的见证。他要取得那个正式的什么合法权，然后来赢得这个土地，后面也是带来什么？带来迎娶路德，所以这样后面的施恩救恩的管道。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来，你过来底下两顶啊，然后呢一起吃啊，吃了呢有价各安怎够量，你就会带回去。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从什么时候收割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咱看迄个时候是大麦收割的时候，他们回来，对不对？可能就7个礼拜、8个礼拜，了的可能无啊。但既然延续后面的小麦，如果是这样，后面的这些的水果、这些的葡萄、这些的收割，会不会再让他们继续显示？会不会？我想不会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明媒正娶了，所以他不用去捡了。对，我想在后续的发展，上帝预备的这样的管道，这小奶奶就叫我 Q 别送了，免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你的想象力去想，大麦到小麦收割经过了多久了？一个大麦收割7、8个礼拜，然后小麦呢？通常也差不多了。上帝的恩典使他们在捡拾的过程当中，至少没有1、2年的，但是上帝为他预备是超越的，是永续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最后看到什么？看到未来，看到盼望，看到那个救赎，赎回他们的土地，看到什么？那个延续。所以俄贝德后面的出生，所以让这个拿俄米他重新恢复到那种以利米勒，什么意思啊？我的神他是我的神是王我的王是神他们离开没有王，回转回来。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我看到未来不忙嘛。感谢主，咱会当透过今仔日的见证可能在苦境的当中，如何尝到主恩的滋味。
所以在这个苦境中间不要放弃了。就好像这一段的故事一样。所以我们用的几个礼拜让我们一直在思考。我在预备最近的这个家人之声，又回到了第1章。我们是很困扰，你知道吗？我们再回，但是不是在困扰当中，我们又看见不一样的恩典。所以感谢神呢，透过上帝的话，不断的你在反刍、你在思想的时候，你就便知道看到神的恩典隐藏在每一个你可能角落，需要你去发现。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下去然后去那边参与，虽然很热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这些的秀丽姐还有她的家人他们那种看到弟兄姐妹的参与或是陪伴，他们的心的那种安慰那今天我们要出去，在路的当中也接到顺正长老，他就提到他的妈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预备了没多些邮寄了那正在昨天早上掏榜一我已洗了世上的劳苦那他们家族也都有预备心。我会记我礼拜跟他讲其实祷告了，求神释放他让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痛苦那在高龄的当中，神也让他能够安息主怀那我们特别在祷告，等一下祷告当中，为这些失去这一段我们一直在讲失去失去亲人，他们会体会到，但是也因为这我们的同心的祷告来安慰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即使是在困境当中，我们回转，我们回来信靠你，回来寻求你，回来支取你属天的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仅是遇见你，也能够见证你。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是活在主你的恩典当中，是在进行式的当中。谢谢主，让你的话语也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来说话。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太开心了，是我们第9区要来在这里做见证能够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来见证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17小组跟19小组是不是要欢呼一下？好，感谢主我们很开心要来做见证上帝的爱看见刚刚牧师的分享看见从苦到甜，然后超越的恩典，看见盼望真是都很美好的见证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我们要来听的见证是静雯姐妹她跟我们的分享的见证那我不知道说你们可以被拒绝几次才会放弃？好，我们要来听听看这个静雯姐她被拒绝了很久很久，然后都没有放弃。好，我们一起来听。因为静雯姐不方便来到现场，所以我们用看影片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见证。牧师、各位长子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第17组组员张静雯。感谢主，今天我要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今天要为主做见证的是我的妈妈，今年95岁，她的身体除了3高药物控制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104年开始就吃了失智的药，日子久了产生了抗药性，这1年来还蛮严重的。
哭闹啊，一直碎碎念啊，不洗澡啊，不睡觉啊，甚至一直往户外走。我们除了每天为他祷告，求神看顾保守，也因为年岁已高，没有打疫苗，因此我是照顾者。为了安全起见，从今年4月中，我就没有办法到教会去实体的主日。感谢主的保守，到目前大家都还平安。妈妈18岁嫁给了我的父亲，在他们当时日据时代，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是传统的拜拜家庭。我7年前受洗，也带着多位家人信主，唯有妈妈始终不肯受洗。每一次我为她医治释放祷告的时候啊，她就蛮有恩膏的，心里都平静安稳，有平安在她的里面。那在当下，我都会跟她说：“妈妈，你来受洗归入基督好吗？”她总是对我说：“我年纪这么大，不用啦。”直到去年的突然有一天，他喊着他的腰痛，那我们就送他到台北的慈济医院去做检查，住院了5天。医生判断他20年前腰椎开刀，时日已久，必须要再开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家人顾虑他年纪已经大，所以我们就办理出院。出院后的第2天，在家中发现他背上长了带状疱疹。所谓带状疱疹就是台语的鬼爪。带去医院，再带去医院看诊，经过了3天，突然昏迷，没有吃，没有喝，都不能动，一直昏睡。我们为他量了血压、心跳、脉搏都很正常。心里虽然很着急，但是疫情期间也不敢再送去医院。经过了2天2夜的昏迷，突然醒来，我们就问他怎么，他竟然开口说：“上帝救了我。”他连身上的病痛都没有了，也忘了所有的事情。我就问他：“既然是上帝救了你，那你要受洗吗？”他竟然说：“好啊。”隔天我们就请了牧师到家中为他施洗。感谢主，在这7年当中，我每提到他受洗的事，他也都求问神，为何他一直没有答应。我并没有气馁，持续祷告交托。妈妈去年3月25日受洗为主，感谢主，谢谢他的救赎。圣经以赛亚书26章3节这样说，我翻译一下：艰辛依靠你的，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是的，我们知道，不只要常常为家人祷告，并且也要为其他的需要者，或者是多多的去传福音。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只要信心倚靠，多方祷告，他必成就，一切荣耀归给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主，阿们。感谢主哈，艰辛依赖主的，主必赐福哈。那那个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忍耐到底的必欢呼收割哈。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有没有人是在正在这个等候，在祷告当中等候神回应的。我们看见静文姐的祷告，她7年这样子没有放弃哈，持续的一直为妈妈来祷告哈。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哈，持续的祷告，相信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不管大或小，不管是这样的祷告，神都会纪念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哈。那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上帝就要做他就会做他要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完90几岁的金文姐的妈妈受洗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要听18岁的
的儿子受洗的见证哈，我们请丽英。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丽英。这个见证是由我的儿子以诚开始说起哈。在他3岁的时候还不会开口讲话，然后他有这个过动的倾向。那当时大家都很担心，我的娘家也常为他代祷。后来去上早疗课程，让专业的老师教他说话，交给专业以后，果然变得很会说话，又很爱说话。上了国小以后，这种过动的状况让每一任的导师都很受不了。每一次换导师就被老师要求带去医院检查，希望让他吃药控制他的这个过动的行为，来达到他乖乖听话坐着上课的目的。这是我一直很存疑的地方。我觉得小孩子难免过动，注意力不集中，但是老师啊，不能为了上课方便，要求比较活泼的小孩吃药。感谢神，他的 ADHA 检测数字每次都是介于边缘，根本就不需要吃药。尽管如此，他在学校中是很有名的顽皮小孩，举凡校长、训导主任、辅导主任，我全部都被约谈过。学校更在他的学习档案中贴上过动的标签，据说是要观察到高年级。那些顽皮孩子会做的事，他通通都做了。为此，我常到学校去道歉。学校甚至拿他的坏榜样当作负面教材，传讲给其他的小朋友听。导师更是3不5时打电话跟我告状。虽然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体制下的乖孩子，但是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善良活泼的孩子，也一直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在传统信仰的家庭长大，又是他们家族的唯一男孙，所以家族长辈们要求我不能带他来教会。信仰这件事不能左右他，要让他长大以后自己决定。我也只好尊重他们家族的决定，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为他祷告。上了国中以后，这些顽皮的行为变本加厉。感谢神，让我的儿子遇到一个好的班导。这个导师约谈我的时候，希望我为孩子找个舞台可以让他表现。他觉得这类的孩子不是不好，要放在对的地方，因为他表现欲很强，希望得到关注。他说：“妈妈，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不带他去教会呢？教会有很多活动可以供他发挥啊。”因着导师的一句话，我身为基督徒我都羞愧了。那位导师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告诉我，他看到去教会的孩子是会改变的。要不要我试着让他去呢？回到家里，我有一种崩溃感。我明明有好的管道，我明明有我的主耶稣，我明明是基督徒，我还要别人来告诉我。我立刻就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我愧对你，我老是用人的方法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我常常祷告，却没有去行动。于是我对自己说：丽英啊，你要改变，你不能只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上帝明明这么爱你，让你的疾病得到医治，你却一直躲在舒适圈里，不跨出去做一个改变吗？”祷告完，我告诉我的先生，我要带这个孩子去教会。再这样下去，我怕孩子一旦接触到坏朋友会变坏，而且这个孩子需要被看见。你不觉得他与其变成社会败类，不如去教会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不是更好吗？他跟我们夫妻是不同类型的人，他需要一个地方让他去表现。教会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吗？又有牧师，又有长辈照顾，看顾着他。先生听完，他没有说什么，他就说：“我考虑看看。”说到他的，我都激动了。2017年3月3号这一天，我把这个日期仔细的记在我的灵修笔记簿里，因为我相信有一天我要为此刻来做见证。那一天，我的先生告诉我：“你带他去教会吧，因为他对他的儿子没有办法了。”果然，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他不再坚持不让他去教会，于是我带他去教会参加我们教会的第一个活动——阿嘎贝儿童品格营，去担任志工。因为有志工时数可以填入这个学习历程里，先生也就不再反对，也有正当理由来说服婆婆。
自从进入教会以后，这5年来，他从参与到服侍，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改变，我清楚明白这是神介入插手的作为。看到他的坚信里，18岁在神面前誓约，再来即将离开家出远门去上大学。我相信神会一直看顾保守他，愿这个孩子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若你们家有像这样的问题小孩，就带来教会吧，因为神会改变这一切。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好，感谢主哈，上帝的作为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很稀奇哈。以晨竟然因为这样子的状况，能够光明正大的进到教会来，然后在今年又受洗了，然后很棒哈。那而且这个丽英也因为这样子经历了很多的主的恩典，他现在都是很热切的在回应神的爱哈，各样的服事他都很乐意的这样子来参与哈。好，那谢谢丽英的见证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月都在看路德记哈。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很喜欢2个字，叫做恰巧。那对真的就觉得这恰巧怎么这么的美好。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听赵颖的恰巧。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一路走来，每段生命历程，处处呢都有神相伴的痕迹，还有数算不完的恩典。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神对我和孩子的祝福，还有教导。我们一家4口呢，是在民国99年8月22号全家一起受洗的，但是孩子们呢，并不太热衷于教会的生活。儿子呢，甚至对于我的要求起了很大的反感。为了避免他因为我的那个做法而对信仰产生更大的反感，还有那个排斥，我就不再要求他们来教会。一直到8年后，儿子在大学即将要毕业，进入医院实习的之前，然后他在高雄的福气教会再度受洗了。因为他说8年前的受洗不算，因为那个不是他自愿的。当时呢，听到他的见证，我们全家人都哭了。他跟神说，如果真的有神，就请让我感受到真的有你。那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儿子在毕业之前带我去日本自助旅游。在飞机上，他跟我分享为什么他会信靠神的历程。从头到尾呢，我们的眼泪都没有稍停过。到了日本以后，他发现他的皮夹不见了，我们全部的日币啊、台币啊都在那皮夹里面。机场的员工呢又不会讲英语，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儿子呢就一直用很简单的日语跟英语穿插的在找人沟通，而我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出国的经验，网路卡呢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开通，所以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了一位讲国语的导游，那我就赶快过去请教他，原来呢要开通漫游电话就可以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一直不敢打开漫游，可见的那个知识真的很重要哦。就在我可以和先生通电话的时候呢，儿子他也终于找到了一个会讲英语的人，然后经过反复的联系，皮夹就在飞机的座椅上找到了。还好那一班飞机呢还没有起飞，不然皮夹就会被带回台湾了。然后在一阵惊魂之后呢，又开启我们6天5夜的自助旅游。第4天我们去黑布利山，在回来的时候我滑倒了，因为地面的那个冰太滑，我整个人就往前扑下去。
那右眼睑的地方呢，就被那个冰割破了，那时候血就一直往下流。那儿子就帮我简单的清洗以后呢，就叫我按住穴道，他就赶快去找看哪里有在卖那个贴布。那儿子呢，还好他会讲一些简单的日语。那时候日本的人会讲英语的真的不多哈。我静静的等他，可是我的内心没有恐惧，哪怕有一丝丝的担忧，也完全被心里一股信念充满着。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孤立无援，我的受伤呢，他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呢，他帮我简单包扎以后，我们就下山去找药妆店。然后我就跟他说，还好我们都玩过血了，玩过血之后才受伤，真的很幸运。到了饭店的时候呢，他帮我换药，他就觉得伤口裂开的太深，还有太大了，他怕这样我回台湾的时候搭飞机会有气压的问题，伤口就会爆开，所以呢必须找一个医院缝合比较好。所以他就 Google 一下，附近刚好有一间诊所。我们隔天去诊所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医生坐在柜台那边，儿子就用英语跟他说了一下状况，问呢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缝。医生就问我们说，在台湾有没有商业保险？我们就说有，他才说哦，那可以。他说呢，原本要找他看诊，必须要先预约。今天他刚好有一个预约的患者，因为他还没有到，所以他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帮我处理。然后在缝合的过程中呢，医生和儿子用英文一直在对谈。结束后呢，我眼皮那种沉重感马上就消失了，整个人也轻松很多。医生呢，他还给我们3天的口服药，还有药膏、贴布。正当我们准备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出来的时候呢，医生说他和儿子聊得很愉快，就当作是跟儿子做个朋友，所以就完全不收任何费用。当下呢，我跟儿子都傻住了，怎么会有这么幸运的事啊？在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们出诊所的时候，儿子在我旁边说了一句感谢主。这时候我才回过神来，这不是就证明了真的有神，不是吗？当然，神在我们身上也有深深的教导，就在女儿的婚礼上面。当女儿说要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见。我只对他们说，我们这边什么都不要，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婚礼的时候采基督教的证婚仪式。我希望女儿在神还有众人的见证之下呢，完成婚礼。他们也很爽快的，不假思索就说没有问题。因为对方不是基督徒，所以证婚仪式就由我一手张罗。可是呢，嘴巴说 OK， 内心却很诚实。因为女婿对基督教非常的排斥，这个不要，那个不行。整个过程呢，我和女儿的冲突一直不断。就在婚礼前1周，我问女儿说，可不可以帮女儿盖头纱，有一个简单的告别父母，然后再出去。想不到呢，竟然引起女婿呢很大的暴怒。他当着我跟先生的面大吼说，他们年轻人的婚礼凭什么都是我在主导？他也会心疼他的父母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说我一下西式一下又要中式。他们一直相安无事，因为我们夫妻一直干涉太多，导致他们一直吵架，一串又一串指责跟不满。当时呢，我一直哑口无言。我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从头到尾我一手包办，出钱又出力打理一切，过程中也一直在征求他们的同意。当然我一直在被拒绝，我没有勉强他们。我在想，一个母亲想帮女儿盖头纱会太超过吗？
一个母亲一昧的想要给女儿礼物，还有珍贵的回忆，这样子错了吗？当你给对方不是想要的时候，你的东西就不是礼物，而是压力跟负担。这一生经历那么多的考验，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活得这么悲屈。当时我内心有一种非常的不愿意，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办下去的那种感觉。就在婚礼的前3天，政府宣布3级警戒，餐厅禁止内用。我好像是抓到了护身符一样，马上就宣布婚礼取消，不是延期。我就跟女儿说，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是给你们一个还可以理智思考的机会。当时呢，我吸收一切损失，其实我的内心是如释重负的。可是呢，经过了9个月的时间，他们仍然决定要结婚。我们依然没有反对，不过这一次我就不再插手了，我只想单纯的配合就好。但是女儿却表示说，她还是想要有一个证婚的仪式。那也很感谢牧师还有小组姐妹们的帮忙，在由牧师灵机应变、善巧的主持之下呢，婚礼竟然在我们的规划之外呢，更完美、更顺利的完成了。我们非常谢谢由牧师还有应验牧师这1、2年来对我女儿的辅导和陪伴。在婚礼过后，女婿还特别的跟女儿谢谢。他说，因为女儿的坚持，他觉得这个婚姻意义非凡。有一种爱呢，明知对方不需要，却依然硬要给出去的痛，我想只有当妈妈的才会懂。这件事情我学到了，原来爱呢，不是只有牺牲跟付出，放手还有信任也是爱。面对小孩的不成熟，我就觉得就如同主看待我们的不成熟一样，没有抱怨、指责、批评，而是等待还有以身作则。有一句广告这么说，终究是要开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开呢？有些事情终究是要这么做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么做呢？但是生命中某些历程，就是不会一开始就走在轨道上，或许一定要经过一段路程，经过一些创伤，才会深深的体会出神要我们体会的深意。我相信上帝让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用意，都有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我学会安静接受，不抱怨，然后等待，让子弹飞到某个段落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神他要的给的是什么。神会让你知道，神是他，不是你。最后我要谢谢，然后谢谢牧师，然后谢谢大家，荣耀归主。感谢主哈，招引的种种经验，他最后一句总结说什么？他说：“神要我们知道，神是他，不是我们。”好，感谢主，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资深小组长美英姐来做见证。牧师师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第17小组的美英。就在5月这样疫情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家全家是在5月25号赶上了这个确诊的列车。这么突然来的一个震撼，使我无法招架。主啊，我还没有预备好耶，怎么这么快就轮到我呢？我用新消化、莲花分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情。顿时我失去了分辨的能力，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才发现，我是如此的胆小、脆弱、不堪一击的小妇人。
那个平常豪迈勇敢的小侠女跑去哪呢？主啊，求你赦免我的软弱，施恩怜悯我这样的一个小信的人。若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唔免惊，耶稣伫遮；唔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我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我，予我定心搁再起。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是庇护我的，你的能力复辟我的软弱。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一首首安慰的诗歌不断在我脑子里重复又重复，陪伴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低谷。主啊，我感谢你施恩拯救，宝血洁净我，不再纪念我的罪过，给我重新回转的机会。原来我的胆怯、焦虑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从今日确诊的数字，一直到轻症转重症，以及慢性病死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因着我们家的老公文贵，在6年前有慢性病的病史，一般的诊所没有办法给一般的药物，必须要到指定的大医院才能拿到这样的特殊病例的药物。我一时心慌，就陷入那一个慢性病史的网络里，而忘了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透过姐妹们的代祷关怀，特别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家。透过教会肢体的协助，老公终于在5天后，透过同融视讯的看诊，顺利的拿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药物的治疗。奇妙的，在这个5天当中，他并没有任何药物的治疗，而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不是特别的恩典吗？主啊，我要特别的欢呼你、赞美你的名。你医治了我们全家肉体的一个疾病，也保全看顾我们全家的身心灵。感谢你，意外的平安，有特别的恩典。因着全家的确诊，我们不用隔离。因着全家的确诊，神让我们享受了特别的假期。因着特别的恩典，我们有特别的神的同在，数算不完的恩典。因为无法外出，我们全家人可以享受同心祷告的时刻，让我们能够重回起初神救赎的恩典。6月3号端午节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因着上帝特别的爱与恩典，文贵全家获得了无敌新兴的免疫功力，好，安全出关了。哇！我首先打开我的冰箱，满满的祝福出现在我眼前，亲朋好友送来的礼物、中药材等等等，让我泪流满面。特别是我亲爱的长老送来了我认为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粽子，来犒赏我们全家重获自由的时刻。回首去年的端午节，也是疫情严峻的时期，兄姐们因为无法时常见面，然而神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透过 RPG 的一个复兴祷告小组的姐妹能够彼此关怀代祷，体贴肢体的需要，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连结，更加的紧密。相信 RPG 的祷告生活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让我们不断的扩张神的境界，学习在风浪中有主的同在的信心，看见上帝的平安与恩典，看到十字架上的福音是充满盼望的记号。主，谢谢你。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2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在疫情冲击的日子里，无论有中奖的或没中奖的，都能够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特别的恩典，便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愿我们也能够在出方舟之后，成为身旁需要的人的祝福，用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阿们。谢谢美英姐哈，我就在想，我第9区2个小组长都是先确诊的，就美英姐确诊之后又丽英哈，那我想为什么都是小组长哈？感谢主，就像美英姐讲的，当她出方舟之后能够将她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能够去帮助之后确诊的弟兄组员哈，真的像丽英她也是一直在讲她在确诊的时候得到谁给她一些什么资讯，谁给她一些关怀，这样子让她也是得到满满的祝福。那她就觉得那种小小的你给她一点点意见，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她也愿意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今天小组的分享嘛，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怎样？他就在分享，他也愿意将自己的这样子的经历去跟别人分享哈。感谢主，确诊了，然后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经历哈。好，以上是我们第9区的见证分享哈，感谢神，谢谢大家。感谢主，从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见证，都让我们再一次数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要为了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1章第17节。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咱奉主的名来宣告。求主奉献迦南教会，圣神充满各人内心，明白真理，领受权柄，勇敢壮大，宣扬福音。阿们。我们要一起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渴慕以及领受圣灵的充满，灵命更新，为主而活，人人是基督精兵，为福音大发热心。第二个，我们要为了教会49号还有33号的装修工程能够顺利来祷告。第三，我们一起要共读神的话，共求神的灵，共行神的道，共享神的爱，共同经历主恩。第四个，希望迦南门训门徒列车启动顺利。第五个，求主来兴起儿少青，眺望信仰热情，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容神一人。第六，为了小组事工推动牧养，为了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的开放式关怀小组、领袖小组的倍增来代祷。第七，为7月11号到15号2022阿嘎贝品格营以及7月2号青年 Patron 夏令营的志工培训。这个阿嘎贝品格营就是刚才丽英所分享的带着他的孩子来教会参加这个品格营，然后生命得到更新，然后得到成长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父母亲能够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得到上帝的造就。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要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可以我要同时为了教会的事工来祷告。谢谢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带领，教会内兄姐妹，让我们能够
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要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建立教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根基。所以祝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让我们能够更靠主你来支取力量，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灵命更新，愿意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来行出主你的道。主要为了我们教会在33号以及49号的装修工程来祷告，求主祝福所有的施工团队、设计团队。主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你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主让他们手所做的能够是成为神的教会。主要让这个地方，主让我们的新的会堂成为祷告上帝的地方。主啊，让这个地方成为赞美上帝荣耀的地方；主让这个地方成为宣讲上帝话语的地方；主让这个地方成为见证上帝的福音的地方。主，祝福我们这个新的会堂，在你的看顾、你的带领之下，要在这里来成就。主，祝福我们教会当中的各个事工，主啊，是小组的事工。让我们的成人牧区、青年牧区以及儿童牧区的开放式关怀小组、领袖小组的倍增，来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带领。主，你来兴起我们教会当中的儿少青，主让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来容神一人。主，祝福在7月份的儿童品格营，主带领许多的青少年、许多的儿童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在这个地方得到上帝的造就，主要他们的生命更新，主要成为主你所合用的器皿。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儿少青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单奉做名来宣告，愿主兴起儿童青年领袖，充满属天的智慧甲气力，敬畏上帝，对灵魂有负担，言行举止正做青年人的模范。各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为儿少青领袖培育来代祷，为儿童以及青年牧区的领袖培育信仰进入新眼光，为自己稳定灵修，参与教会服事，与人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成为见证祷告。第二个，为了7月11号到15号的阿卡贝儿童品格夏令营的服事团队以及营前课程训练来代祷，营会期间来带领儿少青来遇见主。我们今年的营会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团队、让我们的同工更加的困难因为要不时的调整我们的营会的方向因为这个防疫政策的关系，那我们特别为这些同工来祷告让他们在面对这个变局的时候，然后能够来顺利来筹备我们的营会。第三个，要保守青少年不受毒品、帮派以及3C产品的辖制来的捆绑。第四个，为了青年暑期各样关怀活动，建立属灵伙伴关系来祷告。第五个，为了儿童、青年毕业进入新的阶段和新环境、人际学习都有好的适应和预备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将教会的儿少青交在主的面前，为他们来祷告，要求主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器皿，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来建造他们，让他们能够有稳定的信仰。教会的儿童们学习的领袖，来帮助他们，帮助许多的青年。为了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耶稣啊，你要兴起啊，更多的人来做教会上的服事，不管大人小孩，尤其在夏令营当中，主啊，你要兴起更多的小朋友，更兴起更多的青少年来为主服事，来训练，成为主你成为精兵，来走到前面，来带领更多的人往前走，来带领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常常也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不管是生病的或是家人失丧的，主啊，你都要安慰他们，主啊，你要安慰他们在安慰他们的身心灵，主啊，谢谢你。还有身体生病的，主啊，你都要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同在当中，主啊，你要医治他们，医治他们的身心灵，主啊，你要医治他们的身心，让他们得到心里得到平安，依靠主，你有盼望。不管身体的状况怎样，在信靠主的时候，那一种喜乐，主啊，你大大的喜乐充满，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平安在他们心里面。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现在台湾现在的疫情虽然有缓和，但是仍然是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个确诊者。主耶稣，你都要来医治台湾这块土地，主啊，让台湾这块土地的不管医生、老百姓或是任何的人，主啊，心里都有平安，靠主得胜。主耶稣，你也要让我们的那个医疗虽然医疗的方面，主啊，有许许多多的紧张，但是有主啊，当这些医疗人员他们心里已经有压力，心里不平安，主耶稣，你知道，唯有靠主你才能得胜。主啊，当他们心里负担已经快负担不起的时候，主耶稣，你来扶持他们，让他们知道你在前面，唯有靠主，让他们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继续来服侍，为主来做工，为主服侍，成为荣耀神的。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天天的天天来服侍神，天天祷告，不管是喜乐或是悲哀，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到平安。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水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唱响它。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手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们要一起来为弟兄姐妹身心灵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这样来宣告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咱奉主的名做来宣告讲。
圣神充满我，我就得自由；圣神充满我，我就得医治；圣神充满我，我就得稳定。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着，然后我们最后来为这些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恳求主在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一段旅程依然有神的保守，神的同在。我们也为着这些在面临癌症的弟兄姐妹在疗程在面对开刀，还有这样的复原当中，求主来帮助，来医治还有这些的长期慢性这个病痛的我们恳求主让他们在复健，在做这些的医疗的时候主保守看顾让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依然靠主软弱时候，何时软弱，何时靠主得刚强。我们也特别为交友师上这一些已经办好的，或者是继续要面临这些师上的哀伤为慧亲姐妹她的孩子没有信主，但是因为教会的陪伴，你知道吗？他们因为那时候我在自主管理也没有办法去服侍的时候，前面我去为慧亲姐妹来服侍嘛，送到殡仪馆，后面就确诊了那后面就黄牧师接手我们在分享，就是说这孩子经历到神的爱，所以他们希望对福音有这样的一个寻求特别为他们的孩子雅琳秀妹阿昌陈昌来祷告愿主来祝福，也透过这边长老娘她的这样的过程也让许多来参加的也真的能够遇见主在主的安慰当中走过这一些的哀伤今天我们也下去云林的口湖来参加秀令姐妹的父亲黄仁信长老他是中暑，然后倒在田没有人发现，就这样离开了不过感谢主90岁一直高龄那今天在要去的路程当中，也接到顺任长老他传简讯的赖给我，就是说昨天早上9点多他的母亲蒙主恩召，感谢主了，释放他得到自由刚才我们的甘长老在讲品格营非常的棒，就是可以造就这些孩童年轻人。所以我们这次有2位我们的妇儿姐妹本来礼拜3要跟我面谈因为还没有出关了我这几天礼拜5会跟他有这样的一个面谈终于在2年的陪伴当中，他要受洗。另外一位年轻人就是杰轩他也是在13岁的时候就进入到教会品格营一直到现在在青年牧区的服侍这次终于他爸爸说你如果要受洗去受洗所以感谢主，你看有这样的一个撒种这样的建立我们奉主名来祝福了那特别为着这些确诊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体验过了，3位牧者都体验过了所以未来我们最近会发放这个平安包、关怀包，让各小组去关怀有确诊过的，我们还是会提供的一个然后正在确诊当中，我们在关怀的这区块预备那我们各牧区去调查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关怀袋平安袋给你们去做一些的关怀那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了这些家有失丧，还有确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病痛癌症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特别是这些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妇儿姐杰轩妇儿他们要受洗，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此的恩典、你的慈爱，让我们在
陪伴这些弟兄姐妹在年老的过程当中，主啊，你施恩赐福看顾医治的大能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让他们能经历到神你的同在，也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到年老的时候都有享受在神你所赐给他们的荣耀。奉你的名来祝福，也特别在这个癌症的这样的疗程，或者是在这样征战的过程中，主你医治的大能让这些的癌细胞离开他们的身上。主奉你的名来祝福，而求你施恩赐福，特别是让这些慢性病在复健、在做医疗的过程当中，神你在他们软弱当中成为他们的扶持，成为帮助。谢谢主，我们也将这些世上的家庭他们求神来安慰。主，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一起来守望，一起来为着我们弟兄姐妹身心灵来祷告祝福。主啊，我们在这样陪伴的过程当中参与代祷，或者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与他们同哀伤同喜乐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爱彰显，也透过我们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特别为这些家有世上者，因为我们的参与陪伴，让这些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家庭这些的孩子，他们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也透过教会，透过弟兄姐妹，透过小组这样的一个服事关怀，建立了他们的德性，也让他们对福音有这样的渴慕。愿你来赐福，感谢主，也透过教会的这一些的牧区，也透过品格夏令营，也透过小组的关怀，让这些世上的灵魂，他们能够抓住神你的应许，领受神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特别在这疫情的世代，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在确诊过的，我们能够同理在确诊当中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关怀他们。谢谢主，让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得到你的垂听，也让你的施恩医治赐福供应都充充足足的浇灌在你的教会，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家庭。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始终在，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
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来一遍，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把一手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你是荣耀配得我们尊崇的主，谢谢主。当我们时时赞美感恩的时候，你的恩典就永无止境的充满。谢谢主。不管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依然将你的恩典赐福，你的平安是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也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主，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彼此来祝说，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